大家好，我係中國香港演員李洪傑，曾經係一個舞蹈藝員，亦都係一個編舞老師，兜兜轉轉，最後做咗演員。咁喺呢幾十年裏邊，甜酸苦辣，二樣都經過晒。好多謝各位觀眾接受我，所以仲可以經歷到而家啦。希望繼續仲有好嘅作品同大家見面。其實我合作印象最深，首推葉麗儀啦。我同佢合作咗，我諗幾十年啦。我哋叫佢做媽媽，佢又叫我哋做仔。其實我哋相差都係幾歲嘅。中橫大江南北，歐美啊，國內啊，合作好多。我又係佢嘅首席舞蹈員，又係其中一位排舞師啦。我喺佢身上邊，同埋透過同佢合作咧，因為我哋仲有一個排舞老師，當年係一個外國人，英文名叫 Roger Hanna， 中文名有個名叫做韓龍澤。我喺佢身上邊學得好多嘢，對我日後喺個舞蹈嗰個事業裏邊嘅影響好大。其實喺哥哥身上咧，就係發覺舞台上邊咧嗰個風格，因為佢好隨意，可以好舒服，對我日後嘅演出有幫助。羅文就印象好深啦。其實羅文算係我師兄嚟，喺好應該我未入無線之前已經有幫佢合作啊，唔錯啦。佢又係，如果你俾100蚊去睇佢演出嘅，你係收到120蚊嘅人。佢係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嘅一個好好嘅歌手。其實好奇怪嘅呢個人生。我90年我去咗新加坡，新加坡廣播局請咗我去做編舞老師。過咗幾年之後，我回流翻香港。回流翻香港嘅時候咧，就係時移世易啦。都唔知冇乜方向嘅時候咧，就係咁啱新加坡一個監製叫做何發明，佢就同我 farewell 嘅時候就話：喂 Bruce， 我冇錢請老咗嘅秦祥林，你有冇興趣幫我拍套劇啊？咁我當陣時即係傻傻瓜瓜，我話得唔得㗎？佢話：我話你得就得啦。我卒之就做咗一套好大嘅劇，叫《金枕頭》。萬梓良係男主角，2個新加坡影后係女主角。我都算係第2、第3嘅男主角嚟嘅。嗰個戲好重，又要去馬來西亞拍，又要去法國拍外景。嗰個係我嘅後半生嘅轉捩點。渾渾噩噩咁樣就由一個編舞老師就翻咗嚟香港之後咧，又即係機緣巧合，我又入咗去 TVB。實際上係我第2度翻 TVB 啦。我77年離開，79年離開之後就94定95年我翻咗嚟，又入咗 TVB，做咗演員。到而家啦。天龍八部90幾年喺香港播嘅時候，其實嗰個反響唔係話好大。估唔到喺國內原來係咁受歡迎同埋咁經典。頭先都講咗啦，公司派你做，你都唔會推嘅。同埋難得有一個咁好嘅機會咧，更加好啦。喺度我都想多謝李添正先生，添哥多謝你。當年我都唔知點解你會揀我，你用咗我之後，原來對我後半生係有影響。我近呢10年喺國內又係食呢個老本，去到邊度可能講李洪傑，唔係個個都知，但係講段延慶就係人都知，呢個就好犀利。你估唔到嗰個迴響咁大啦。奸戲中戲冇所謂嘅，我都成日有演好人嘅。歡迎或者係多人去講嘅。有套戲叫《巾幗梟雄》。巾幗梟雄我裏邊係做一個知府大人。
咁但係咧係一個橋梁嚟嘅，所有人都要透過我去，大奶奶揾我，四奶奶揾我，老爺揾我，我又要同阿柴狗有戲，又要同阿四奶奶有戲。咁呢個角色咧，我係一個貪官。咁我去到街市買餸咧，啲人都會話：哇，你都夠膽嚟買菜啊咁樣。咁咧呢啲係對一個演員嚟講，我覺得都係好事嚟嘅。咁我個人自己中意咧，有幾套我好深印象嘅。公主嫁到裏邊嘅卜一卜，其實我覺得嗰套戲好好，嗰套劇好好，所有演員都做得好。咁我係其中一個，咁我又好中意個角色。其實冇乜心得嘅，我諗都係食老本啩。年青嘅時候運動力比較大，鍛鍊得比較多。咁啊，而家真係算食老本嘅。咁啊喺10年前我有接觸氣功，咁間中唔偷懶嘅時候都會練下氣啊，咁樣可能都有少少幫助啦。即係一有機會有演出就龍精虎猛咯喎。雖然有陣時都懶惰惰啊，坐喺屋企乜都唔做咁，但係一有演出，一有劇組揾嘅，咁又好開心去做咯喎。咁呢個我諗又係個演員都係咁噶啦，尤其是喺 TVB 出嚟嘅演員，個個都捱過噶啦，經歷過晒噶啦。